等你来爱我，等到花谢落土，你咱的情路怎样行无共路？爱阮的心肝，无像较早，甘愿予别人来牵地行。你若无爱我，何必搁再拖沙？啥人愿意变成第三者？很棒，谢谢老师。我喜欢你的声音。你的声音哦，我觉得很棒哦，你有一个很温暖的音色。你有肉声，而且你的音色很漂亮，你的声线很好听。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，就是说，可能在咬字的习惯上面可以再多做一些练习。好，我们是希望说你唱歌跟讲话是要接近的，好，而不要说讲话是一个口气，唱歌的时候又是另外一个样子。除了这以外，我觉得今天整首歌都唱得很好听。